相关的消息呢，近日普来看到，前年800水灾时节，果树乡唔但像扣了落准本大坏贴，罗农海河坝村差不多80公顷的农地也本大水流贴。所以我今年3月提起河坝口，已经将农地做成吞转去。我因为重建之后扣了落准，才比顺条的农地过了1.5公尺，就是农地无法度排水，农民上来复耕，唔知要等到哪时。啊！你后摆落大雨，这地是不是变稀地啊？排水嘛袂排水。农民担心一落雨，农地都可能会变做唔同的。也是因为屏东农田水利费重建嘅扣了落准，高出2片嘅农地将近为1.5公尺，使得农田一旦积水都无法度对外排出去，农民嘅重建计划归到燃点。水若排袂出来，等于就是无度灌溉啊嘛，无度排水就无度做事嘛。等于就是讲，到目前为止，农民这灾区拢总要零嘛。天气会嘅排水遇到问题，屏东农田水利费指出，也是天气河川区肥田的高度唔拉凑成呢。故说水利费希望河川区做得继续加高肥田，本天气会同水准的高度相同，天气会都做得正常排水。我们是请那个河川局哦，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填土的部分再加高？不过河川局表示，天气会肥田的高度是经过大家认同的结果。佮再讲，今日肥田的工程已经全部验收完工，河川局要再进行农地肥田的作业，也是已经无发表的依据。因为这个莫拉克我们回填已经到一个段落了，所以说这个如果再回填的话，可能就是另案的再发包，而且我们目前附近没有工程可以办理回填。农地无法度加高，唯一嘅办法都係降低水準嘅高度。水利費台檢查地形地勢過後，發現到重建嘅水準同現有嘅水準交接嘅所在有較大嘅落差。故所水利費指出，未來會朝向加沉潛水準嘅沉土嘅方式來解決農地排水嘅問題。如果不行的話，我們要從水面這邊哈，然後我們要測量，把這個水溝降低，然後這個水就可以排出去了。目來劇重建會慢2年呢，災民希望做出量規設格嘅農地來工作，而家水準要重新設計施工，強強嘅災民復工嘅熱力又要多多嘅。客家新聞陳文年屏東報道。